来讲真欢喜看到你。感谢这位稳定伫上帝听堂内底，咱会当伫这冷冷的天，用小小的心来敬拜咱的主。咱同齐来伫主面前，感谢上帝听堂。真紧哦，剩2礼拜哈。甲伊讲来，甲身边遐怎么讲？特别过年啊呢？好，感谢上帝听堂。过年是一个真稳定庆祝感恩的时刻。咱住伫台湾等下牧师会甲各位讲，真正伫台湾，逐工拢亲像咧过年。你若甲缅甸比起来，你真正逐工拢咧过年嘿。所以咱感谢这位稳定甲听堂赐福予咱的日子。伊是以便以谢的上帝，到如今拢看顾咱。伊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到伫如今，伊为咱备办，逐项隆中富足。伊是耶和华沙龙的上帝，伊赏赐咱一切尽拢平安。行过苦难，看见阳光，咱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所有的感谢，也为着今仔日，咱同齐聚集伫上帝的殿中，仰望圣灵亲自来引带咱。三角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堂，赐阮伫阮的心上，将你家己的平安互阮。阮来到伫主你的厅内面，甲你三角做伙。主啊，阮实在是感谢，因为你主爱的手一直拢伫咧照顾阮，赐阮伫阮，用你极大的能力扶持坚固你的百姓。主啊，阮要感谢你，你亲自赐阮伫阮内面，开你家己平安的厅堂赐福的手，伫阮的身上继续保守扶持阮。主啊，阮将阳光感谢来归予你，你将着你家己丰盛的怜悯。赐阮伫阮当中，主，所以愿你亲自成就一切美好伫阮内面。主啊，阮所为着过去的年日来感谢你，因为你无用阮的过犯款待阮，乃是用极大的稳定怜悯阮、引带阮、坚固阮的心、坚固阮的心。主啊，阮离开你，人生是搁较无盼望的，甚至是灭无的。但主，你互阮伫这艰难的时刻，甚至是阮背逆离开你的时刻，主，阮犹原对你来得到活命、赏赐甲平安。愿你亲自赐阮保守伫阮的身上，用你家己的疼、丰盛的慈爱、怜悯成就伫阮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将着今仔日，阮会通搁来到主你的殿中来感谢，赐福伫阮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主啊，你家己的医治的能力，你医治的恩膏伫阮当中，医治的恩典伫阮当中，医治的能力伫阮的当中。耶和华沙龙的上帝，医治阮，医治阮，医治阮到底完全。主，互阮会通一生一世踮伫你的殿中来求问，甲主你相同行。愿上赞阿乐阳光归予你。平安稳定听堂赐福伫你的百姓当中，互今仔日的礼拜真侪一个芳芳的节，互阮是甲主三甲自集，也主你也赐福伫阮当中。感谢主的听堂，感谢你丰盛的稳定，靠主耶稣圣名。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到伫如今一直帮助阮，供应阮一切所需用的，将你的平安赏赐互阮。互阮行过苦难，互阮伫软弱中，因为圣灵的同在，真侪有能力的人；互阮伫困难当中，因为上帝的智慧，阮会通经过遐困难，也受主你的建立、扶持、坚固；互阮会通伫大会当中，伫主你所赐予阮徛起的所在，伫遐来诉算，伫遐来见证上帝的听堂。阮的心要讲。耶和华你最大，你的稳定，你的能力，临到你的百姓，临到万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来，请报完兄来报告。有兄弟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报告。第一。蒙做稳定，恭喜清调局姊妹，就是从淑英姊妹母亲，
1月30日出来接受到洗礼归入主名，愿主继续祝福，和身体甲灵魂拢温上高温。第二原定今仔日2月7日这次会更改做2月22礼拜日甲修正会议合并来召开，请这次甲修正小组同工注意的时间出席来会议。第三2月7日拜六中昼11点半要来举行全教会联谊聚餐的分享会，伫11点要来入场，地点是小西门里活动中心，敬请兄弟来参加，请自行带这个餐具。第四2月17，就是初一拜二上午9点半要来举行着新春感恩的礼拜，敬邀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一同来向主上帝献上感谢，同上主恩。阿门。第5 3月7日礼拜日下午3点伫东门圣教会要来举行精神传道，要来按牧礼拜，敬邀兄弟来参加，请伫招待桌来登记。我们报告，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哈利路亚，阿门。我咱来喊3声好不？对，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系嘛，甲咱的心，这个声音，可以开阔起来。哎，当请线上的、甲实体的所有兄弟姊妹，即时用着心，用着专心，用着咱的热情来敬拜咱的主，请咱对这位起立。呼求主名的，的确要得救；呼求主名的，就不要得救。我们呼喊耶稣。原来敬拜你，和平温柔；原来称颂你，明亮客面情；原来天好你，再来温柔，万心有梦里，同意的太阳。上帝的名，呀阿嫂，呀阿嫂，我的救赎主，呀阿嫂，呀阿嫂，世界的主，呀阿嫂，呀阿嫂，万民的敬拜你啦，敬拜你，原来敬拜你。和平温柔，原来称颂你，明亮客面情，原来天好你，再来温柔，万心有梦里，公义的太阳，呀稣，呀稣，永生上帝。心中所足大的愿望，愿万民拢会当称谢你的名，会当来呼求主。耶稣的名里河顶的水，充满了伊伫的大能，
充满了你家己的慈爱。主啊，我为着一切谢恩，要继续讲主，我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大恩爱，我三足之我心在声就我，了就我出多声，就主万代公公。为着一切美好，为着咱还阁有精神快乐来吟诗，为着咱会当对咱的岛平安来到圣殿，为着你所想的一切，咱来献上感恩的节请。都要说，我的全员在你的里面。我们感谢你，献上我们家己当作偌济，我是献给的是上帝你所喜的，为着主为主你听，所领受的一切小事，所为一切的这分在这福气，献上感谢你的面前。感谢你，感谢你有这些人的听头，落地主啊，我感到主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主啊，感谢你叫上阮的画面，也互阮会当真做传扬主你福音的器具，阮会当来常常学了感谢你，来服侍你，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将所有荣耀、荣光拢要归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
出伫心内面，对你满满的感谢。阮若回应主的听，就是你怎样讲，阮怎样行。你讲，迄个听见你的话，搁迄阵行的人，就的确有福气。阿们。那上帝召咱要加入伊的军队，成做基督的精兵，是会当作战，会当作战的，会当去征战，会当甲主的军队有即款唱得胜凯歌的福分的。咱特别讲，我伫遮，好不好？来，上帝召咱，咱爱讲，我伫遮。来做行军的动作，加入耶稣基督，迄个行列是拢安怎永远得胜的，免烦恼，因为咱的将军、咱的元帅拢是非常的厉害的，而且有人说的是常胜军。只要咱加入来，你看咱伫这得胜行列来得到迄上帝，就是互咱的阳光。阿门。来，耶稣基督正面，勇敢向前行，世界冠军歌声，引出我路程，你到最我困难，率领我进攻，跟你是叫勇往。
弟来，耶稣基督正兵，勇敢向前行。一个军的歌声，一串我路。再来，拿起旌旗，耶稣也起咱的军旗正手，勇敢向前行。耶和华，你是得胜的君王，每一日引带你的百姓向前行。你互阮赢过软弱，互阮赢过失败，互阮赢过病痛，互阮赢过愚妄。主，阮将家己来交托仰望伫你的手中，借着你的能力，借着你的恩典，阮要赢过罪恶。叫阮一生的年日伫主你的面前。受引带，望恩典得平安，行伫上帝光明内底，做光明的儿女。感谢主所赐福一切恩典，但阮搁再一届献上感谢，感谢主引带阮伫基督内底赢过受得，伫主的内面诚做你的儿女，一生行伫光明当中，做主荣耀的见证。将上赞而乐感谢归于你，你的平安，你的引带，你的疼痛，继续引带阮脚步向前迈进。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搁再一届拍鼓，将荣光归于咱的主，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继续来用诗篇第5篇来交读启应上帝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会当精英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会互憨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会劝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气，会明亮人的目睭；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拢比金啊！拢比金啊通旋无，并且。比极细的金金通旋无，比蜜甘甜，搁比芳芒滴落来的蜜甘甜，并且你的仆人因为安尼要受警戒，受到这个就大赏赐。一句会当知影家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印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拿早仆人无犯任意。南三做的罪，无容阮这个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伴照，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内面的意念，伫你面前蒙悦纳。阿门。感谢上帝，互咱有好的一切。咱下面的时间，请廖牧师圣道。
咱请献贵州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当心来上读罗马书15章25到33节，咱三个做伙来上读，请。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恭敬圣徒，因为马其顿甲阿该亚的人乐意靠出捐项来予耶路撒冷圣徒中的颂扬人。这固然是因愿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伫因属灵的好处顶面有份，就应该将永生的物供给因。听候我办完这的代志，我甲这善果因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恁遐往士班雅去。我也晓得去的时阵，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来去。兄弟啊，我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听，劝恁甲我一同极力为我祈求上帝。互我脱离伫犹太无顺坦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通蒙圣徒业纳，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恁遐，甲恁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上帝，常甲恁众人同在。阿免。咱搁再一届三甲仔头来祈祷。主你甲阮同在，阮就无欠缺；你甲阮同在，阮就对你领受恩典甲能力。你甲阮同在，阮就十分的平安。你是信实的上帝，引带人的脚步，照着你家己的欢喜，拣选合你心意的人，甲你三甲同行。偶然阮受罪犯来带出去，总是主你用你的慈爱的锁啊！甲阮搁牵倒转来，主帮助阮，赐恩伫阮，互阮领受你的恩典，回应你的恩典，分享你的恩典，行伫你的恩典当中，互阮做光明的囝，做福音的使者，平安的传播福音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总是会去一寡所在，总是呢，当咱去遐个所在的时阵，咱到底拢是会怎样啊去到伫迄个所在？每一工咱拢会去遮，啊无就是去遐。你若去菜市啊，菜市啊遐个咧卖菜的菜贩啊，看到咱的时阵，会感觉讲，哦，迄个王党的来啊，单党的来啊。还是讲哦，迄个奥客过来啊，毋知影哦。总是你伫迄个所在所制造的气氛是虾米货，咱总是会去真济所在。但是伫迄个所在，咱所带出来的气氛是虾米款的气氛？咱去伫迄个所在的目的到底是虾米货？感谢上帝听通2礼拜前带着大家的守望甲祝福，有使今年搁再一届往缅甸去，这是去年去第1摆，今年去第2摆。那伫上帝恩典内面，咱对着中国的这个福势也扩大到伫缅甸的所在。感谢主，虽然中国的这个宣教，迄个门愈关愈矮，但是照着主上帝所讲的，有福音的门为咱拍开，也愈来愈宽。虽然这边的所在有较欠缺，但是呢，上帝拍开另外一个门。最近的时阵，阮有一个同学去到伫这个泰国伫迄个所在甲韩国圣教会同齐合作做伙办这个泰国的神学院伫迄当中呢，也邀请我看会当伫退休了后去做因的专任教师无？我甲伊讲退休了后则搁再讲嘿。这是咱去的所在缅甸。而且亲像一支啥，
亲也叫暗时啊吼，德国斗菜刀安尼，哦，有啊，这就是菜刀啊，这个菜刀病安尼吼。啊，你啊看吼，伫这所在，咱坐飞机的时阵是会坐到遮，叫做阳光，这毋是两光哦，是阳光嘿，阳光。遮哦，这个所在哦，这奈比都，奈比多反正这个你着迄个音听有就好啊，奈比多。永光对这个所在开车出门，爱搁开差不多5点钟06分，总共有228英里，大概367公里左右。所以这是去的所在。坐飞机到遮算中部，这以平算北部，这算南部。所以伊的迄个地形非常的长，非常的阔。那么呢，伊其实哦，有真侪，你啊看哦，这色吼，伫这当中有这个啥物邦，有7邦7族，佮有其他的7邦7省，佮有其他各无共款的民族。这是按照当兵面来家看的时阵所看出来。那么缅甸这个所在是用佛教徒做主。大概呢，因为民间信仰内底有89%、88%，就是差不多90%，这个的佛教徒。那么和尚伫当地有相当的地位。基督教过去30年来成长是过去30年来成长较紧的宗教团体，对着无到1%，伫过去30年来已经升到伫4%到6%左右。特别伫缅甸北部这个所在呢，信主的人有较济，因为迄个所在战乱较济，因为伫迄个所在呢，流离失所的人较济，也伫迄个所在汉人嘛真济，所以呢，伫当中有真济咱台湾的人去泰北、缅北迄个所在，同齐伫遐传福音，所以迄个所在的这个克钦族、甲克伦族甲这个钦族等等。伫迄个所在信主的人比例会较悬。那么伫这当中呢，缅甸伊的这个好野山吼是非常差真大啦吼。这是阮伫路林翕到的哈，这伫路林内都有啊吼。那么呢，非常好野，迄豪宅绝对袂比咱遮搁较输。豪宅有诶起甲亲像那庙咧吼，非常的大景。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咱讲伊是佛教的国家。伫去年年初的时阵，有一个大地震8.2级，所以呢有真侪庙寺倒去。迄个庙寺顶悬这个所在遮，伊这毋是纯金，但是是真正用金擦，金的擦咯，伫遐甲擦起嚟的，所以伫这当中呢，因伫遐呢，但是庙你甲看，虽然是真大间，嘛是伫当中倒去。礼拜堂真大间，礼拜堂嘛会倒去。总是呢，咱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咱所敬拜的上帝是啥物货？当人伫当中有真侪这问题的时阵，咱会爱一直想。你知影上帝讲过一句话：敬拜的百姓，即使若无忠心伫主的面前，就是奉伊的名所起造的圣殿。上帝讲啦，伊原来会甲伊杀互伊倒。所以，咱伫当中爱斟酌思考这样代志，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啥物货？外形的建筑物真水会当奉献予上帝，但是内心的建筑物更较是重要。顶礼拜咱传道稍微传道甲咱分享，咱是伫上帝厅堂内底，掠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掠耶稣基督做磐石了后，顺着基督的生命伫个所在受起造起来。咱需要真清楚这样代志。咱若甲基督的房角石换错去，咱所起的一切就拢无效果。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咱也伫这个当中看到，伊这好野山实在是真正差真济。这毋是工地的草料哦。这是人咧住的所在哦，所以个另外一个这嘛毋是低调哈，这是人咧住的所在，所以好野山是差真大。那么伫这当中呢，通讲缅甸的中产阶级是用要拢总无，即马因有7个邦，这7个邦呢各拥有家己的军队。所以呢，伫7个邦当中拥有家己的军队，但是呢，大家人拢伫迄个所在争讲啥物人要做总统。
现此时呢，较大的势力或者军政府，但是这个军政府呢，统治掉的时阵，真侪救济物资入去，拢总伫迄当中受军政府甲伊拿查掉咧。那么伫这当中呢，中产阶级已经是用要无去啊。所有的中产阶级就是亲像咱即款的上班的啦，家己做生意的，伫菜市摆摊，还是开店面的即款的，已经用要无去啊。所以即款毋是好代志，即款毋是好代志。中产阶级是贯穿联络上层阶级甲基层百姓当中上界重要的即一群。即一群若是愈大，迄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力就会愈大，但是中产阶级即层若无去啊，就会变做两款，敢若剩两种人民尔。界悬的高级的这政府官员，甲基层的人民百姓，安尼即个时阵，高层的这精英，还是这政府官员、军政府人员，会来管百姓，到尾百姓无有能力去对抗，还是甲家己的意思讲到顶悬站起哩，安尼就会变做极权的社会。所以中产阶级对着一个社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即马缅甸的国家中产阶级这部分用要无去啊。台湾我若爱真细腻这一点，所以呢，你买物件毋好干那一直去大百货公司啊。中产阶级的这个人爱加减共照顾，因为伊是维系社会一个真稳定重要的力量。那么因为战争的缘故，现此时呢，伫缅甸内底定定有战争，所以因为战争的缘故呢，因的砖头内底你也看到战机咱这战机是飞来飞去，去哩顺顺的，因迄个战机是真正飞去头前，了后呢要去烧战的。你嘛看到这直升机，就是你伫上课的时阵你举头有时候你就看到直升机噗飞过，无就咻，安尼毋是飞一台两台飞几落台飞过，就是因讲因就是确实是要去烧战的。这是伫市区内底真容易看到，就是军车呢定安尼开来开去，所以就是一个真无安定的所在，这是。那么伫这当中这去年年初的时阵缅甸的军方空袭反对的势力伫中部的庄头，其实就是阮上课迄个所在迄附近遐，造成上少27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安尼小战所以战争毋是好代志。那么因为战争的缘故呢，每一个庄头一年内底拢爱出2个壮丁，那一个庄头无偌济。一个砖头毋是讲像咱一个米是安怎样？因一个砖头差不多20-30箍尔呢，20-30箍差不多几个人，才有成100个人。逐年拢爱出2个囡仔去战争，去参加战争。有囡仔掠，甲无囡仔，你知无？你若无囡仔呢，无囡仔就变做老爸家己出来。所以即马就因为安尼的缘故，所以真侪人逃离缅甸逃离迄个战争的所在，变做难民。若有个人较好个，因就移民出去外国。那么现此时因为战争的缘故、内战的缘故，所以缅甸男女的比率当中，3个人当中有2位是女性，有1位是男性。所以这是现此时伫缅甸内底的情形。那么恁若是无爱去做兵，佫有另外一个代志，就是缅甸政府伊袂掠，非常去做兵啦。了后，阮即届去的时阵，因讲。迄是即摆抑搁咧迄落后界若掠甲无人无定，非常嘛去战争，若掠甲无人啦所以是一个较困难的所在。这是这是旧年的相片啦迄个囡仔伫当中但是阮今年原来佫有看到囡仔，原来就安尼规胖，但是因为旧年我有翕所以我今年就无佫翕新的。这是旧年的相片，会去伫当中所以因的囡仔真因父母真意爱因的囡仔去做和尚，因为做和尚的时候，你就免去做兵。现此时是安尼。那么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讲，保罗讲，我只是往这个耶路撒冷去供应圣道，因为马其顿甲埃加的人欢喜来
操出即个权项，互耶路撒冷的圣徒当中的颂扬人。保罗写即张批信的时阵，伊伫迄所在咧服侍，因为马其顿的欧洲迄个所在，就伫外邦伫遐呢来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听到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因为有抗旱水灾，所以呢，伫当中呢有真侪人因的生活欠缺无好势。为着安尼缘故，所以呢，伫这当中呢，保罗讲，伊甲马其顿教会、甲亚该亚的教会，遮兄弟姊妹来甲因讲，咱的母会耶路撒冷迄个所在有欠缺，所以咱需要伫这当中来甲因分享，来甲因供应因的需要，成做一款报恩的行动。保罗伫这当中前往耶路撒冷，供应颂扬的圣徒。伊甲马其顿教会因是欢喜、甘心、乐意来奉献的。保罗伫这当中甲因讲，外邦的信徒既然享受属灵的恩典，那么应该也得伫物质的顶面来供应、来回应、来补足咱的教会。教会毋是分开的，教会是合做一的。咱伫上帝的厅内底，靠着耶稣基督的邦角色联络做一体。敢若有一项代志，就是将着上帝的疼痛恩典回应伫即个世代。安乐性教会回应主上帝所赏赐同样美好的恩典，咱踏进上帝大使命的心意，甲祝福向着列国来扩张。安乐性教会诚做一个传福音宣教的教会，就亲像顶顶礼拜内底，上牧师甲各位讲。每一届的宣教事奉，毋是干那牧师一个人，伊背后内底有带着真侪兄弟姊妹的守望祈祷，伊伫内底抑阁有一寡其他关心宣教的兄弟姊妹同工祈祷。缅甸的这个时间等进前要去的时阵，差不多1-2个月进前这个学生就咧为着牧师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圣经讲是咱。固然是伫上帝当中，咱受拣选，咱对着台南圣教会分析出来。到伫2029年，咱教会进入70年。咱感谢上帝，互咱开设城安圣教会，互咱伫宣教的事奉，互咱关心社区，互咱对着逐个所在来做宣教的事奉，一直到今仔日。芬兰的教会兄弟姊妹，去年我去的时阵，伊抑阁伫迄所在讲，真希望有机会，咱安乐性教会会当搁再组织团体去伫迄个所在帮衬因，甲因三甲做伙敬拜。总是现此时的时势，真正无真好势，所以呢有真大的困难。也个福建的即个福建放门堂。漳州的放门堂但是今年年初嘛，还是去年年底，牧师呢，甲迄个台南灵粮堂即个牧师同齐做伙去迄个所在，伫因遐呢，也有一寡访问，伫遐呢，甲因三甲做伙分享，也希望会通伫将来有机会会通继续来教伫中国有更较济、更较大的服侍。总是咱备办好咱家己的心。保罗讲是马其顿甲亚该亚的人，因乐意同齐捐出因的捐项来互即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因是回馈，但是咱是分享，咱是对着听惜了，照着基督所分享的，咱将着咱对无会对着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分享伫需要的人的身上。当阮第刚去到伫迄个所在，然后到着即个机场落来了后，即个同工呢就对机场交阮接，直接就开车，就载阮去到伫即个新人院。即个新人院的时阵去年有一个大地震，缅甸迄个大地震，就了后的时阵即个所在遮规个拢总闭开、裂开，伫内部的所在完全拢总破去变过。所以呢，到尾笑的时阵这是今年去年
差不多5、6月的时阵，佮修正起来好势。这就是一个新人院。这个新人院其实无偌大啦吼，差不多涂骹坪起这个厝的涂骹坪差不多50-60坪尔。这台车牧师谁甲伊翕起来呢？这台车是牧师咧开的，牧师伫缅甸我来开车吼，我有国际驾照的嘿。所以呢，所以这开倒屏的，但是因的车倒屏正屏拢有咧开，但是因行路是爱行伫正屏，但是因的车因为是对外国入来，家己本地无出产车，所以呢外国出来的车左驾右驾拢总会，所以因的车伫这啦，这是开这驾驶座是伫正屏这个所在，这是对外口看这个新人院。那么这是对新人院看出来外口，你看，伊其实虽然这是首都啦但是伫因的其实就是敢若市中心较闹热尔，出来的所在差不多拢总是即款，路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咱教会头前即条8米路，大概就是即款的情景。这是你甲伊看厝的时阵，差不多大部分的情景拢总是安尼，规个钟头内底就是安尼，大个徛起的百姓原来无真西人。总是原来无亲像咱的官楼，因大部分都结果就是拢起到差不多2楼的这个所在。迄一天阮咧上课的时阵看到我特别甲伊翕起来看到一个小朋友带因弟弟，因咧弟弟伫遐圆乌海，因姐姐就甲伊带来。你会当看到这所在遮其实有一丛树这外口呢，就绑着迄海青树啦我就看到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啦所以你也看讲这尾来我甲伊问的时阵，我甲伊问阮内底的学生迄学生讲迄这个小朋友定定甲因弟弟带来伫遮海青树，因为厝内底无啥物玩具，咱是玩具佚佗甲用要变过，佚佗甲无爱佚佗，但是遐囡仔是啥无玩具，所以就是海青树。这姐姐有的时阵因讲迄姐姐有的时阵抱迄弟弟抱甲安尼用要起性地，你知？但是就是安尼照顾，我真亲像咱过去台湾40年前40-50年前迄款的生活模式，到即卖抑阁是安尼啦那么圣经内底伫这个所在讲是，虽然因遮的人是欢喜伫当中来奉献。总是这嘛算着因所欠的债务，福音的债。上帝伫即所在来呼召，圣经伫这个讲在讲，咱伫侍奉当中有异象，有这个愿望。28节伫这个所在讲，听候我办了这个代志，我就甲这个成果，就是所得到这个奉献捐项，来甲耶路撒冷交付明白了后，我就要往恁罗马迄个所在去。了，佮往到欧洲、西班牙迄个所在去，保罗中心来完成托付，继续用西班牙这个所在西班牙去。保罗对罗马的教会的这个访问充满了真大的期待。后摆的时阵，其实保罗嘛有去到伫罗马，但是伊是受迫去伫迄个所在审问。上帝用无共款的方法，伫迄个所在带人到一个所在来服侍。其实保罗伊有心中的愿望，但是上帝用无共款的方法来引带一个人。过去的时阵，牧师伫中国的侍奉，伫新人院的时阵，伫绿树天安门事件的时阵，迄当中咧电视差不多规工拢咧报迄个新闻，就是迄啥坦克车，迄战车。了后呢，行过甲人安尼交过迄个画面，一直呢伫咱即个电视台咧播送。了后迄时阵牧师心中就有一个真大的感动。了后上帝就甲牧师讲，伫迄个时阵讲，你的活命有一部分是为着中国所做的。所以牧师来安乐圣教会服侍的时阵，第2年1992年的时阵。香港就有一个单位或者拍开的门，伊就伫迄个所在讲，廖牧师，我听讲你对着中国真有负担。我开问讲，你谁人知这个代志？伊甲我讲，这是机密
这袂当讲所以呢，但是因找着我迄个时阵也无啥物诈骗集团若无像即摆我可能也感觉因可能是诈骗集团。但是呢，对迄个时阵开始，了牧师就去海南岛伫迄个所在服侍。上帝用无共款的方法，引带一个人入到伊所定定的位置顶面。圣经伫遮讲，保罗去到对着罗马教会的访问，罗马的百姓兄弟姊妹的访问是充满期待。伊佫深深相信这样代志，伊去到倒位，一定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亲爱兄弟，这是咱活命当中一个真重要的素质。咱去到伫倒一个所在，咱和什么人相合做伙，咱就是要将着疼痛、平安、稳定、欢喜带到迄个所在。这是保罗所讲的这样代志。29节讲，我知影我去的时阵，一定是要带着基督丰盛的稳定来去的。亲爱兄弟，咱去任何倒一个所在，敢毋是安尼吗？就是带着平安、稳定、欢喜、和平去到第个所在，去调解人的吵闹，去分享上帝的疼痛，带着祝福行去到伫迄个所在，你就会发现上帝伫你的心上所要成就的，毋是一直干那看家己无的。当咱若一直干那看咱家己无的，咱一直想要爱，咱就会受欲望绑条咧。但是咱若定看上帝所有的，看到别人的欠缺，咱就会乐意去分享。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毋是干那为着家己来活，反倒当是会当成做祝福，会当成做一个分享的人。所以，甲咱厝内的亲像咱安乐圣教会对着咱咧开拓圣安圣教会，咱会看到这样代志每一届圣安圣教会因有一个举办活动的时阵，或者好米烧送。好米烧送这个代志，就是咱厝内底用袂着新的物件，毋是咱用要歹的物件，毋是是咱用袂着好的物件来安怎来赠送给其他的人。咱若安尼的时阵，你就会变做啥？一个富足的人，是手心来分享出去的人。你就会发现，咱的生活其实无需要遐济。咱有真侪物件分享出去的时阵你会所得到迄个心灵的喜乐，迄款心神的开阔，会比咱一直要去得到的心情会更较快活，更较欢喜。你得到会真欢喜，但是咱分享出去的时阵，你去体验看卖你一定是比你得到的时阵更较欢喜。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丰盛稳定的祝福的原则。那么呢，对中国的家庭教会，咱有负担，总是听见缅甸教会的呼声的时阵，咱就伫迄个所在回应，咱就愿意甲上帝三甲同讲。也记孟村传道有甲咱分享过这是比尔威尔森牧师，伊讲上帝来怎样来帮助咱呢？上帝是互你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阵，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看到需要就是看见呼召，这是一款用心下度，希腊文或者下度会看见。伊毋是干那看到一个画面，伊毋是干那用感觉来接受。呼召乃是稳装伫微细处境当中，甲周围的需要的内面。所以，亲爱兄弟，你有看到呼召？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看见呼召，真侪人看到，咱社会当中有真侪人看到这家己徛起的这老大人、独居老人。咱有真侪人看到这家己徛起的独居老人，因家己伫迄个所在大，但是可能一寡人就讲：“哎哟，那会遮可怜。”可能就干那安尼尔。但是实际上，咱教会兄弟姊妹有真侪人看到这款呼召，
当文官者伫即个所在，甲咱邀请，咱就看见迄个呼召，迄就是一个微细处境甲周围的需要当中，咱亲爱的乡亲的兄弟起来，伊同齐伫迄个所在扶持照顾、祝福伫身边的人。有一天的时阵，我就想到琼娟姐，我哪想到琼娟姐呢？我就想着讲，咱这独居老人，毋过我想想，琼娟姐嘛是独居老人呢，哦，独居老人照顾独居老人，是这就是一个恩典，这就是一个荣光。所以呼召是啥？上帝互你用着心去感受到，别人无感觉，但是你有感觉。当你有这款的感觉的时阵，你就是啥？听见上帝的呼召，安尼，你伫迄个所在来付出关怀。我妈妈今年88岁，我定定会记伊讲的一句话：，要行行来服侍人，毋通倒伫遐互人来服侍。哦，要行行来服侍人，毋好倒伫遐互人服侍。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看见需要，互咱愿意回应迄个呼召。伫迄个呼召的所在，这就是上帝赏赐互咱的恩典。圣经伫这所在讲，亲爱兄弟姊妹，我要带着丰盛的恩典去到伫恁迄个所在。内比多的这个新人院的学生，主要来自2个团体，一个是戒毒村的壮年人，差不多伫40岁左右。因这个人过去的时阵有食毒，这20几个学生内底呢，差不多有6、7个有食过毒，6、7个有食过毒。那么是安怎会食毒呢？大部分是对着北部迄边来的人，因会食毒。是安怎会食毒？因为毒有够俗，佫定定战争，生活真紧张，无啥物娱乐，所以呢，迄毒迄毒真正足容易买到的。缅甸本身甲泰北迄个所在遐，因定定就是炼毒，有罂粟花。有伫遐做毒，冰毒了，所以呢，因的毒非常的俗。但是你这个食毒的时候，吸一喙你就一世人可能拢爱食毒啊。所以呢，伫当中食毒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大部分的食毒的人到落尾，拢活无过50岁。但是呢，因这的人因为受到福音解毒伫这当中有真侪人，差不多拢认捌刘明和牧师因为晨曦会开始嘛，香港晨曦会开始，伫迄个所在有做这事工，尾手的时阵因就伫当中来甲这食毒的人甲因解毒，解毒了后的时阵因就甲伊隔离送来，因原本是伫缅甸北部，了甲伊送来缅甸的中部，因的中部甲咱的中部无啥共款，因的中部甲北部差要400-500公里。所以呢，因家送来这个所在，安尼就较无机会接触到因过去遐朋友。所以呢，因这人因当中呢，有一部分的学生是这戒毒村的壮年人因来到这个所在。另外就是因为伫北部这个所在正战争，因就逃离缅甸北部的这家庭，因就逃难来到伫缅甸的中部。总是有一寡人逃难来到。对着缅甸北部来到伫缅甸中部的时阵，因的北部遐个厝北部遐个厝因讲迄政府的军人就入去甲因的门甲伊攻破，甲内底物资拢总抢去，厝内底大大细细物件拢互偷摕了要出来的时阵会当炸无偌济嘛，你干那一台车尔。会当炸就炸出来，炸袂出来就改锁咧。但是你锁的，无就是炸弹炸害，无就是查啦，无就是政府军入去甲伊抢了。所以呢，因逃离缅甸北部这个所在。这囡仔因受的教育内底，大部分若是有法度读到高中，就已经算受真好的教育大部分来到伫。大部分现处是缅甸这个所在好野山的缘故，一般基层的百姓若有法度受到高中教育的时阵，算是已经受真高等的教育所以因为送乡，
所以拢有一个想法，囡仔人免读遐济册，赶紧去做工课，紧趁钱来甲厝内底顾好起来，较要紧。所以这是伫当中因的无共款，甲咱真大的无共款。这是遮的学生，这是原来旧年的相片，旧年的相片遮的学生现主时原来拢抑搁伫即个所在，抑搁继续咧读册。那这是大合照，大合照。了后伫即当中呢，因为有几个位学生因搁去修理车，因的车甲咱的车无共款。咱的车是咱的车，亲像咱教的即个货运车已经20吨、21吨的款。那么呢，咱的车是愈开愈俗，但是因的车是愈开愈贵。是安怎呢？因为缅甸政府禁止汽车进口。今年开始有搁要开放进口，但是呢，今年一台车的时阵到因遐若咱遮一台车若咧卖100万，而一台车可能爱卖300万，非常的贵就对啊。所以呢，因的车是愈开愈贵，沿路修理沿路贵安尼。因为都无车，所以呢，就因的囡仔一车。因若去修理厂的时阵因安怎呢？因是伫迄个所在看人安怎修理车，毋望后盖转来家己会晓修理，你知无？毋是亲像讲咱车送去修理厂也好啊，咱来互伊修理恁当时来看车呢？因毋是因是伫迄个所在对咧看，因咧师傅嘛拢随在对咧看，因为因咧师傅讲啥？迄车都根本修理袂了。所以因就伫遐互你随来，你若材料家己修，有法度摕到零件，你就家己修理。所以因遐是安尼所以有几个学生无伫这当中，因为去修理厂咧修理车。这是差不多3顿咧食的物件。安尼，逐顿咯，这毋是一顿这是3顿你看这是啥？这花菜，这炒一个，这是肉丝炒咸椒这是鸡卵炒葱这是红地豆这是葱这是迄个菜脯筋我去遐的时候才知影讲古早人讲啥，无气咸菜脯筋罔加咸，就是这真正这个菜脯筋罔加咸就是安尼。这是3顿这毋是一顿这是一顿，这是另外一顿，这个另外一顿安尼。所以你看，牧师去遐转来，你敢有感觉我较肥无？所以来你家己身边兄弟姊妹讲，台湾逐工拢咧过年，你甲伊讲来。所以你其实食足好，你敢知影？但是伫因遐伫因遐食物件，有一个上介好的上介大的问题是啥？因为拢食草本性的物件，所以安怎？足通透，知无？逐工起来拢足通透，对。所以因罕伫咧食肉啦，有肉原来一喙尔，所以呢，这是因的生活。伫礼拜日的时阵牧师去因遐有一个附近有一个礼拜堂，甲这个新学院原来有连结，所以呢，伊这个或者内比都圣之家，Holy Family 圣之家礼拜堂。然后伫这当中呢，因伫遐是一个缅甸语，一个华语，爱翻译，这毋是道君这是缅甸文，无一字我看有诶，无一字我会晓读诶，这代志拢袂晓读。这是我看嘛，这毋知放来你这个可以播吗？有没有歌可以播出来？有没有插进去？可以播歌吗？安尼有咧，安尼会叮当应该爱有歌，来看有声敢开得出来。这是因要献诗进前咧各伫个所在各练一摆这是因的礼拜堂。其实因的礼拜堂毋是伫室内因为室内无遐大
啊，但是因的埕斗较大，所以因就伫埕斗外口伫遐做礼拜。啊，礼拜堂哦，就是一个埕斗，啊，即用椅仔甲摆摆。啊，等下的时阵哦，埕斗摆摆，礼拜煞了，礼拜的时间甲咱差不多2点钟。啊了的时阵哦，因就礼拜煞甲遮全部拢收收的。啊了，兄弟姊妹伫遮做伙食饭。啊，其实食饭原来共款，2个菜，1个汤。啊，迄一工食啥物货呢？迄一工就是食一个番麦啊，啊，搁一个原来是花菜，哦啊，一个汤，汤是菜头控骨头，真正是骨头。咱是控排骨，因是控骨头。所以大概就是安尼。哦啊，保罗对着兄弟姊妹讲：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搁借着圣灵的疼痛，劝恁甲我同齐极力。哦，同齐伫福音的事工上三甲有份，嘛请你为我祈祷。哦，这是保罗伫迄个所在着教会兄弟姊妹讲，请恁为我祈祷。福音的事工对头到落尾，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毋是靠咱家己去征战的，乃是恳求主，互咱的侍奉会当得到上帝欢喜悦纳，并且会当脱离遐困毒甲哪杂。现此时呢？伫缅甸这个所在，基督的信仰，原来渐渐愈来有愈一寡受到限制。过去的时阵政府对着基督的信仰较秉持开放的态度，但是现此时呢，过去的时阵教会会当伫逐个所在设立，伫逐个所在来设立，你伫遮伫遐拢会当设立无要紧，但是即马政府开始。对着基督信仰有限定，有一个物件做宗教用地。你礼拜堂敢会当起伫宗教用地，寺庙无受控制哦。但是礼拜堂一定爱起伫宗教用地。你若无起伫宗教用地，爱去变更。但是你若要变更的时阵可能爱去交介济钱。所以现此时基督的信仰伫即部分内底。有渐渐受到一寡限制，所以咱求上帝来为着这个所在来祈祷。咱希望会当伫上帝的旨意当中继续三甲组织，并享受伫主内底平安甲疼痛。伫缅甸甲咱三甲做伙伊个甲咱的这个钱的相换啦吼，汇率是1箍比130箍，咱1箍会当换伊130箍，所以。你敢知影无？事实上拢经伫过年前进前去，爱过年前进前1个月去。我若即礼拜去伊就会甲你问啥？你敢知？因迄缅甸人缅甸人会晓讲华语，你敢知影？缅甸毋是华人就是缅甸的缅族的因嘛会甲你讲华语，讲啥？恭喜发财。伊会甲你讲恭喜发财，伊会学即句你有时阵你去爱摕签证啊。咱遮毋免咱真侪国家毋免签证，但去缅甸爱签证。你签证如何伊对无？签证伊看到你这写汉字的伊就会甲你讲啥？恭喜发财。你嘛甲伊讲恭喜发财。但是安怎？伊签证无爱互你，伊佫甲你讲一解恭喜发财。你想无是啥？你知无？伊连续甲你讲3解恭喜，伊袂讲红包拿来，伊就一直甲你讲。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每次我的老师讲，好，知，摕1万互伊，你知无？1万免票，差不多100几箍啦，1万互伊，伊就马上甲你感应啊！我就出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所以因甲我讲廖牧师，你要来的时阵你千万毋通伫迄个啥，毋好伫这个过年期间来，过年进前半个月，过年以后半个月，有的时阵若较敢讲的过年进前1个月就甲你讲啊。因为我要转来的时阵伊就甲我讲，牧师伊若甲你讲恭喜发财你真正就爱摕一寡互伊啦我买手的时阵留12000箍的迄个免票啊我想讲伊若甲我讲的时阵，我就加减起互伊加载，我拢无讲所以就是安尼所以你若要成做百万富翁其实你去缅甸马上就连去变做百万富翁或者你若7700块的时阵你就是百万富翁啦
所以你其实你的人生内底非常的富足啊！吼，啊，这是现此时咧建筑新的新学院占地呢大概差不多有300坪啦，吼，这是学生的宿舍，这是学生的宿舍。那目前建筑的费用呢，大概需要8亿5千万，下咱台票差不多660万。其实我感觉讲安尼起安尼吼，660万是足俗。当然，伊这无含土地啦吼，但是伊起即栋安尼吼，300坪哦，300坪来讲的时阵，660万，其实我是感觉还算一层差不多一层差不多5万嘛，对无？啥无2万，是安尼嘛？对，2万差不多一坪差不多2万，吼，咱的迄落。但是对因来讲是足贵啦，因为因一个人吼，的生活费吼，其实无遮济吼，这是现实的头前已经看的，这是缅甸的空中。虽然吼，因伫这个真困难的环境，但是因为啦，会当开出真水的汇率来。来比岛新学院的学生，那我想嘛是安怎呢？一个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大概是3000新台票。一个人要伫缅甸基本的生活费差不多爱80到100万这个免票，所以呢，差不多6200。所以你若感觉伫台湾活了足艰苦来去缅甸佚佗去缅甸佚佗去缅甸佚佗因的房间一工差不多1500块啦。咱台票毋是迄落，会当住足好，1500块就会当住足好所以，但是伊就是战乱啦了牧师呢，旧年去伊就甲我讲牧师你上少会当来一届。今年去的时阵因院长甲我讲牧师学生反映了真袂歹，讲望你会当一年来2届。我甲伊讲今年是无可能因为今年拢排满所以听下到后届明年看卖佫会当无。那么明年的3月初7是因的迄个新的迄个新学院落成的时间啦各位你若是心中有意爱牧师才带你来牧师才带你来其实若咱台湾对台湾杯但是你台湾杯爱先去桃园住一工，因为伊透早的时阵飞机是7点。所以你5点进前爱去到遐，你坐啥物拢无方便所以先爱去住一工。飞机票差不多2万5。你若是转机伫曼谷泰国曼谷迄个所在，大概2万块左右。但是你爱去住一暝，伫遐住一暝嘛，才要1500块人民币，所以大概会省3000左右啦伫曼谷停留的时阵，爱过8到12点钟，无你就怎伫机场伫遐倒听下到隔工知影才个返来到伫永光这个所在。亲爱兄弟，如果你若是真过宣教，有愿意真做宣教师，也是真做移民，也是你伫迄个所在长期伫遐住，亲像咱台湾圣教会，我有一位陈奕群牧师伫迄个所在遐，伊原本伫花莲牧会。但是伊尾来加入这个1919了后，伊就到伫缅甸迄个所在。那么伊即马现处是伫缅甸，但是呢，伊1年当内底差不多会转来2个月左右。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拢总是伫遐。摕台湾钱伫迄个所在服侍。这是另外一个模式。你若是1月日有法度领即个老人年金，也是领退休金2万块伫迄个所在大概会当活了袂歹。伊遐一栋厝亲像摊拄迄个旧的新学院来讲啦遐尔大迄个旧的新学院差不多400万台票都买会到但是伊遐就是有战争所以你若要移民，我来当去个所在遐移民我来当去那么如果你若是欢喜为着缅甸当地事工奉献。你会当开始即马来饲猪铺满饲一只猪明年牧师要去的时阵，才帮你炸去或者是你若有更较大笔的现金，牧师才甲你问看直接奉献的管道无？因现此时迄个咧新的新学院咧建堂需要有一寡的资金。牧师今仔日毋是来甲你劝募
我只是甲你报告因的现况。哦，是你的心中有感动，你就做；啊，若无免讲。牧师毋是来甲你劝磨，我是甲你报告。哦，伊的现况、现处事就是安尼。最后，牧师要甲各位分享，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毋是咧捆绑你、控制你爱安怎样做，乃是咧甲咱讲一项代志，咱会有通真济方法去分享上帝的听堂。马其顿甲阿该亚的教会，因委托保罗将着因的奉献带到迄个所在。保罗一方面带着奉献去，一方面带着基督救恩的福气去到伫迄个所在。今仔日咱感谢主，咱安乐圣教会伫上帝的听堂内底，关心咱小西门里即块土地。关心台南这个城市，疼惜台湾这块土地，咱尽咱的气力咧分享、咧奉献、咧关心、咧开拓，这拢是对上帝领受的恩典。咱有真侪方法会当分享上帝的疼痛，咱会当对着社区的探访关怀，咱会当去到伫一个所在，甲咱的亲戚朋友分享信息，见证上帝的疼。昨的时阵吼，毋是拜五做日的时阵，咱牧师娘因这个乡北小组，到这个淑英姐，因妈妈因的故乡，伫遐来为妈妈洗礼，迄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迄实在是一个真欢喜的日子，毋是淑英姐欢喜尔。哦，迄一天去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吼？阮去的时阵吼，阮是安尼空去，想讲去甲人祝福，去甲人参加做伙含妈妈含小英姐同齐做伙欢喜。结果的时阵，阮空去啦。转来的时阵吼，大家吼拢寒甲拢寒袂了，安尼知吼？了的时阵，牧师寒上济啦吼，因为餐厅食无了，牧师嘛拢甲包转来咧。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各位分享的一项代志。咱今仔日所做，是因为咱捌领受上帝的疼痛，是因为咱过去的时阵对母会领着分享的疼痛，是因为咱伫上帝恩典内底，咱的活命受照顾到今仔日。保罗讲，咱去到一个所在。就是带着祝福去到迄个所在，咱伫迄个所在，就要带出上帝的疼痛，带出上帝的恩典。咱来到咱安乐圣教会，嘛是要带出上帝的疼痛，带出上帝的恩典。咱任何倒一位兄弟姊妹，转去伫咱的家庭，咱嘛要伫咱的家庭带出疼痛，分享。甲关心，无论咱的脚步踏到倒位，亲像保罗讲，因为咱过去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母会的恩典，特别是咱对上帝领受恩典疼痛，成做上帝后生查某囝，安尼，咱无论去到倒位，咱定定为着人来设想。保罗讲，我期待。我嘛相信，我去到恁遐的时阵，一定是要怎样带着耶稣基督丰富的疼痛去到伫恁迄个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疼的教会，互咱甲上帝靠搁较近，咱的心意甲主搁较相连，安尼咱会通将着基督的疼痛、上帝的救恩带去。搁较远、搁较远、搁较远的所在，互咱伫主的内面，亲像耶稣基督同款，靠近上帝的心意，搁较疼惜任何伫咱身边的每一个人。三甲额头来祈祷，主上帝，你亲自赐恩保守因带阮，互阮伫主你的恩典内底。甲你三甲徛起，
并因着你家己美好稳定甲疼痛，互阮无论阮的骹步行到倒位，阮着将上帝你的救恩、基督的疼痛、圣灵引带的活命甲美好，分享伫迄个所在，互阮成做和平之主，互阮成做福音的使者，成做一个分享平安甲喜乐上帝国的百姓。愿荣光归于你，愿你继续祝福你的教会，就是奉主你的名所建立安乐圣教会，将到上帝国的平安、属灵的喜乐带到每一个所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咱即时着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每一个时刻的奉献，拢是参与伫上帝国的祝福。圣经讲，亲像保罗所讲的，因为你的奉献会祝福到遐送香的人，无论是心灵送香的，也是伫物质送香的，互咱通过即一份的疼痛来祝福。来照顾伫遐每一位上帝所关心的，咱也甲因同齐做伙伫上帝疼痛内底，三个起立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基督基督清兵，勇敢向前行。十字军的歌声，引带我路程。基督做我君王，率领我前光。阮的时刻仰望，可信心真红。耶稣基督精兵。勇敢向前行，十架军旗高声，引带我路程。求主做我将军，撒旦必倒遁。将兵奋勇征战，将受着围困。战胜反复光，令地狱震动，声音头上天堂，失去那强壮。耶稣基督精兵，勇敢向前行，世界军旗高声。引带我路程，世上古今邦国，将必受庆丰。只有叫做成功，影响恶战中。魔鬼使尽伎俩，必败无得胜。我那用主忠诚，点满的光荣。耶稣基督精兵，勇敢向前行。十架军旗高声，引带我路程。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祝福你手中一切的奉献，因着你手中的公义甲纯正，大大祝福予你，予你成做一个会晓分享、关心、疼痛的人，叫你的年日伫耶和华上帝面前大得稳定甲疼痛。愿上帝亲自保守照顾你甲你的家，予你大得兴旺。
并借着上帝所赐福予你的，予你成做一个祝福正人的人。愿赐平安的上帝保守，予你全然正省，直到基督降临的日子，予你完全无通指责，通甲主丰丰富富进入伊荣光的国，甲伊三角徛起，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